台屯打造头一只国造的畅水艦，当日进行测试，验证各项装备系统敢有合规范。畅水艦的吊机前，黄曙光接受外国媒体一间亚洲的专访，讲畅水艦的编装人员协定生效，直接投入装备测试、系统训练，也有教育训练，而且也风声讲明年4月会完成落水测试，会伫咧海面做试验，赶伫咧总统蔡英文5月26日临进前完成海巡号试验。不过，学者分析讲呢，只有3个月过要完成上过赶，是因为这过程就要验证动力系统、换气系统，达到有法度作战的能力。国军防岛强军随下作战，交由台船打造第一只国造畅水艦海巡号。畅水艦接之前，黄曙光接受外国媒体日经亚洲的专访。展示海巡号上新的进度，会进行泊港测试。畅水艦编装人员协定生效，直接投入装备测试、系统操作加教育训练。这项目拢伫华上进行，确保所有装备符合规范，按算明年春节2月了后完成，才进入下一个阶段。当头去海上测试，由黄曙光亲身率领海巡号畅水，学者表示，会检验动力系统包含航停、上浮加畅水，加关系官兵呼吸的换气系统，拢是海巡号的挑战。第一艘船呢，它的其实这个学习曲线应该是还非常长。那可能刚开始可能只是达到一个一定的目标，就确定它那个可以车子可以出港，那其他的可能还要接着进行验证嘛。那个国军也是第一次使用这种 X 型舵的这种设计，那你这个牵涉到它需要那个用电脑来控制，那它这些很多系统都会比以前的舰龙级要更为先进。风声江南小组赶伫总统串门，明年5日空下任进前完成海巡号海测，交由海军测评验收。只有3个月时间要完成海测，学者拍一个问号，因为时间真晏，尤其畅水艦营运作甲有作战能力是两件大事，相信台船会严格完成相关测试。国民党立委李德维要求黄曙光讲会到就会做会到。这个所谓520不要只是空包弹，而没有实际的成果。台湾可以成立的是潜舰队，好，而不是只有一艘。针对海巡号造价差不多493亿，黄曙光特别强调，海巡号比美国的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攻击畅水艦736亿，海狼级核动力攻击畅水艦960亿。甲美兴联手为澳洲打造的畅水艦拢较俗，不过海巡号是插电畅水艦，造价成本比核电的畅水艦原本就较俗。另外，江南的布局，黄曙光希望2025年海巡号完成建备，2017年佫造装一只新的国造的畅水艦。刘世峰表示，政府会全力支持后续的困难的规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